小朋友中意個肉片，自己喺屋企唔使2分鐘就輕鬆搞掂，仲非常好味。又嚟啦，妹妹！嗱，今晚想食乜嘢啊？記得提前同我講喎。準備一塊豬後腿肉，預肥白瘦嘅，將佢去皮，肥肉切成細粒，瘦肉呢切成一嚿嚿。切好後，我哋攞去冰箱凍1個鐘，凍好後放入絞肉機，打成肉碎，俾啲鹽、砂糖、胡椒粉、木薯定粉，一啲小蘇打，打到佢變成肉膠咁樣。加入頭先嘅肥肉粒，俾啲蒜頭酥落去會香好多。用左手攪勻佢，準備啲腐皮，佢係用優質黃豆整嘅，配料表乾醬，用嚟炒菜、打邊爐、整肉片都非常好味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鏈接啦，有需要朋友可以去睇睇。放入打好個肉，壓實佢捲起嚟。拍視頻唔容易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低油溫放落去炸，炸到佢浮起變金黃色就可以啦。攤凍後再切，你睇超醬就快啲試下啦。